一个7月的中元，8月的平安，然后做苏东嘛，佢对苏东西真有印象，姜母来提倡苏东西，我讲好啊。故说改良时就开始，校委会就有注意啊件事情，关心，当然了有判一个苏东西，判一苏东西当然按道戏班，故说佢有举办很多戏剧比赛，比赛退以后，佢选到好的戏班，本来就戏班是下戏民间一个没有做一个顺序，等于讲选到有10场8场，采各素材来做一个那个苏东西，也对戏班来讲，係一個提升啦，佢也花錢去做一件事情。相對性，佢有那個有隻補助，佢有補助本一度沒有方好，錢拿我來判數東西，做得了申請，佢也有補助，但是一隻項目都項有上時我比較有較沒按完整的素材，原因樣咯。你嘅錢補助本沒有房係唔係有心我來對一個數東西一個部分去搶好嘅戲班，也係比較較困難。以我個人嘅看法啦，我講假使一個數東西我留佢恢復嘅情形應該在校委會來講，也係判嘅數東西當好。當然，另外還有一個方式，做增進老廟方做嚟結合，係講人奶有判一個數東西，做下數東西，你有困難冇問題，我一片去選到一個好嘅戲班，人家做下好嘅戲班，你選擇，然後嘢廟方嘅經費有困難，我做有校委會一片支持。搶下戲班去，喺安尼情形下，為本日嘅規劃嘅一個那個數東西來提升。另外呢，一本也廟方提供，目的體也各方嘅廟，因大廟唔會冇錢，當然比較較經費不足嘅，叫做係較便宜嘅素材。你一般都市嘅廟，佢唔會冇錢。喺安尼情形下，鼓勵一個廟方，還係恢復，做好嘅事業，一發通章有辦法，將人家一個客家嘅文化、客家嘅戲曲來提升啊！也係我個人嘅看法，也希望來觀看人家嘅客家戲啊項目嘅所有嘅。鄉親朋友，做得大家向下來支持，假使廟方有做數東西，一定要上奏上報，去來去捧場，看下安尼客家嘅傳統戲劇就唔會切脫。今日嘅課程就到呢結束，歡迎大家喺對一個方面，係有乜嘅問題我做得做售後服務啦，也歡迎大家。上來看一個客家廟路的課程，上來了。